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谴责经学教师，寡妇的奉献。路加福音20章45节到47节，21章1节到4节。路加福音20章45节，众人在听的时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着提防经学教师，因爱穿长衫，行来行去，伫市场口互人请安，伫会堂坐官位，伫宴会坐大位。因侵占寡妇的家伙，挑故意击倒真长，因会受搁较重的刑罚。耶稣抬头看到好野人将因的现金献落去奉献柜，伊搁看到一个散赤的寡妇献2个铜钱仔落去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散赤的寡妇献入去的，比众人献的搁较多，因为因拢是献因用剩的。毋过，这个寡妇虽然真散赤，犹佫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。默想，耶稣伫路加福音11章已经当面责备讲一套做一套的经学教师，是安怎伫遮搁爱教示伊的门徒提防遮的人？耶稣是烦恼伊的学生去互遮的经学教师影响到啥物？想看觅，咱家己敢有即款镜头，爱甲家己展互人看，伫教会也是宴会中出风头，搁甲敬拜仪式当作表演的舞台。迄当时的妇女真罕咧受教育，若是搁一个不幸变做寡妇，生活真正是袂过得。这时负责解说律法的经学教师煞搁抢火烧，莫怪耶稣会毋甘来责备因讲，因一定会受到大大的处罚。咱若回想路加福音16章，财主只不过是在生的时阵无施舍予门前乞食列撒罗，就已经落阴间承受永远的火刑。安尼，搁较大的处罚是啥物？耶稣时代圣殿的金钱，在奉献进前，金额拢是公开的。对生活困难的寡妇来讲，逐摆的奉献拢是互因感觉真见效。逐个人拢看到敢若2仙钱，直到满满人面的耶稣出现，俄罗伊搁为伊平反，讲因甲家己全部的金钱拢奉献啊！原来耶稣看重的是比例、动机、信心的代价。超过金额，咱来想看觅啊！耶稣对咱过去的奉献会有啥物评价？是家己用剩的才献互上帝，还是上帝国的需求大胜咱的需求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监察阮的心，保守阮的言行，无抵到正做贪图虚华荣耀的负面教材。感谢耶稣用寡妇的2仙钱的奉献做模样，免令阮应当奉献甲心会听只听目头角角的程度，才算是互你欢喜的信心功课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